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身邊嘅朋友，或者自己放假嘅時候，係咪都發覺身邊多咗好多人講緊同一件事，就係今日上唔上深圳買餸啊？冇錯啦，以前我哋成日聽人講內地人落嚟香港掃貨，買奶粉、買藥品、買化妝品，點知風水輪流轉，依家竟然演變成我哋香港人集體北上反向消費，甚至湧入深圳嘅街市同超市，掀起咗一陣浩浩蕩蕩嘅北上買餸潮。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下呢個咁瘋狂嘅現象，到底係點樣徹底打破咗深港兩地嘅消費格局，同埋背後對香港本土街市造成咗幾咁大嘅衝擊。你試下到咗禮拜六日，或者求其一個平日嘅下晝，去一趟羅湖口岸、落馬洲福田口岸，甚至係深圳灣口岸睇睇，嗰個場面真係夠晒震撼。以前大家過關，最多就係孭個輕便嘅斜孭袋，上深圳揼下骨，食下探魚，飲杯喜茶就返香港。但依家，你放眼望過去，基本上每5個香港人入面，就有3、4個係手拖一個大行李夾，或者拉住一架買菜用嘅雙輪手推車。唔知嘅人，仲以為呢班街坊係集體移民或者去外地長途旅行啊。但只要你行近少少聽下佢哋傾偈，就會聽到佢哋話：喂，等陣間行完山姆，記住去埋黑馬先生啊，順便去埋附近個大街市，聽講嗰度啲走地雞同游水魚平到笑啊！呢個真係不折不扣嘅拖急掃貨潮。以前大家覺得去深圳買嘢係一件好高成本、好麻煩嘅事，但依家隨住高鐵、巴士、地鐵網絡無縫連接，深港兩地根本就已經融合成咗一個1小時生活圈。對於住喺新界北區，好似上水、粉嶺、元朗、屯門嘅街坊嚟講，搭程車去深圳 B1 出口或者福田口岸，分分鐘快過佢哋坐車出旺角或者銅鑼灣。既然交通咁方便，大家嘅消費心態就完全變晒。咁到底深圳嘅嘢食同街市有乜嘢魔力，可以吸引到咁多把持家計嘅香港主婦，甚至係後生仔女都一齊北上瘋狂掃貨呢？最核心嘅原因，講到底都係2個字：平、靚。我哋試下做個好簡單嘅對比，喺香港求其一個領展街市，或者係市區嘅食環署街市，你想買一隻新鮮嘅本地農場雞，動輒都要150至200蚊港幣。但只要你肯過條河，去到深圳嘅傳統街市，或者好似農耕記呢類食材店，一隻生猛、肉質鮮美嘅走地雞，折合返港幣可能只係需要50、60蚊，足足差咗3、4倍價錢啊！再睇下蔬菜，喺香港買1斤菜心、菜苗，分分鐘要10幾20蚊，如果係有機菜就更加貴。但喺深圳嘅街市，人民幣2、3塊錢就有一大捆，折合港幣先至3、4蚊，買幾斤菜嘅錢喺香港連買一條蔥都未必夠。仲有海鮮，香港人最中意食海鮮，喺西貢或者鯉魚門食一餐海鮮，2、3個人買單埋計數，隨時要成千上萬蚊。但依家大批港人直接殺入深圳嘅海鮮批發市場，好似蛇口市場或者羅湖嘅街市，鮮活嘅大鮑魚、瀨尿蝦、松葉蟹，價錢平到你唔信，仲可以即場揾附近嘅酒樓加工，加埋人工費都仲係香港嘅1半價錢都冇。面對咁巨大嘅價格差距，你話普通市民點會唔心動？香港呢幾年雖然話經濟復甦，但係物價、租金、人工成本一直高企。普通打工仔份人工又唔係加得好多，大家生活壓力大，自然就會諗辦法精打細算。每一打工仔賺錢艱難，可以慳得1蚊就1蚊。既然用同一個價錢喺深圳可以買到幾倍份量嘅優質食材，咁點解仲要在香港捱貴菜貴肉呢？呢種好現實嘅消費心理，直接催生咗成個北上買餸嘅大軍。不過有人歡喜就自然有人愁。港人集體北上消費買餸，直接導致嘅後果，就是香港本土街市同零售業生意受到前所未有嘅沉重打擊。如果大家最近有去過上水、粉嶺或者元朗區嘅街市，你就會發現一到禮拜六日，入面冷清到一個令人心寒嘅地步。以前呢啲接近邊境嘅街市，每逢放假一定係人頭湧湧，擠得水泄不通，
菜販同肉販嘅叫賣聲此起彼落。但依家好多檔主朝早開完鋪，坐到下晝都無幾多個客行過。有好多喺街市做咗20-30年嘅老檔主都大嘆苦水，話依家嘅生意額足足跌咗30%，甚至50%以上。有啲賣豬肉嘅師傅話，以前一日可以賣2-3隻豬，依家連一隻豬都賣唔晒，剩低嘅肉只能夠平價拋售或者放入雪櫃，蝕本蝕到入肉。菜檔嘅情況就更加慘，蔬菜呢啲嘢根本放唔得耐，擺一日唔靚就只能夠掉。好多檔主為咗吸客，逼住搞減價促銷，但無論你點減，都無可能平得過深圳嘅菜價，因為香港嘅租金成本、人工成本根本減唔到。呢種衝擊唔單止局限喺傳統嘅條狀街市或者屋村街市，連大型連鎖超級市場都感受到好大嘅壓力。以前大家收工，總會順路去百佳、惠康買包菜、買盒肉返屋企煮。但依家好多人寧願等到禮拜六、禮拜日，一次過拉個喼去深圳嘅山姆會員商店 Costco 或者盒馬先生，大批量咁將一個禮拜嘅食材、日用品、冷凍食品全部買齊運返香港。你可以想象到，當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香港市民都將佢哋每個月大半嘅飲食同民生消費預算轉移去咗深圳，香港本土嘅零售市道會變成點樣？更深層次嚟看，呢個現象其實反映出深港兩地正在以前所未有嘅速度走向一體化。以前深港兩地雖然只有一河之隔，但喺好多香港人眼中，深圳同香港係兩個完全不同嘅世界，無論係生活節奏、消費模式定係電子支付，都有好大嘅文化隔閡。但呢2-3年，呢道無形嘅牆已經完全被打破。首先最明顯嘅改變就係電子支付同內地網絡科技嘅普及。以前香港人想去深圳，最頭痛嘅就係要換人民幣現金，或者因為無內地銀行卡而開唔到微信支付同支付寶。但依家呢，隨住微信支付香港版同支付寶香港版嘅全面打通，香港人直接用香港嘅信用卡或者銀行戶口綁定，就可以喺深圳任何一個街市攤檔，甚至係街邊賣茶葉蛋嘅阿婆度，直接掃碼俾錢。甚至連香港嘅消費券、政府嘅福利補貼，只要你透過特定嘅跨境電子銀包，一樣可以喺內地用。呢個科技上嘅無縫對接，將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最後一道門檻徹底拆除。再者，深圳方面嘅商界同政府亦都非常聰明，反應極之迅速。佢哋見到香港人咁有消費力，即刻推出咗大量專門針對香港遊客嘅便利措施。例如喺各大口岸，一過關你就會見到密密麻麻嘅免費穿梭巴士，直接將你由口岸載到去各大熱門商圈、超級市場或者大型街市。巴士上面甚至用繁體字寫住歡迎香港市民前來購物。有啲大型超市仲直截了當喺口岸設立專門嘅快遞收發點。你買完1袋2袋好重嘅嘢，唔想自己搬返香港？冇問題，你可以直接喺現場用順豐或者其他跨境物流，即日幫你送貨上門，直接送到你香港屋企嘅門口。這種極致嘅便利性同貼心服務，令到香港人喺深圳消費嘅體驗感，甚至超越咗喺香港本地購物。喺香港，好多時你去街市買嘢，可能仲要面對某些態度一般嘅檔主，或者喺擠迫、濕滑嘅環境下同人逼。但反觀深圳依家新一代嘅街市或者超市，環境乾淨企理，冷氣充足，空間感大，而且服務態度普遍都非常之禮貌客氣。顧客至上呢4個字喺內地嘅服務業可以話係發揮到極致。對於平時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急速嘅香港人嚟講，放假上去消費，除咗係因為平之外，更有一種放鬆同被尊重嘅享受。當然，呢個北上買餸潮亦都引發咗社會上不少關於食品安全同跨境監管嘅討論。大家都知道，香港對於肉類、禽類等生鮮食品嘅進口，一直都有非常嚴格嘅衛生進口檢驗同檢疫法例。根據香港法例，任何旅客如果喺無合法的衛生證明書嘅情況下，攜帶生肉、生家禽或者生海鮮入境香港，其實係屬於違法行為。所以喺呢個風潮之下，
我哋可以見到香港海關亦都加強咗喺各個口岸嘅抽查力度。海關人員不時會出動唐狗、搜查犬，喺入境大堂逐個檢查旅客嘅行李篋同手提袋。如果一經查獲攜帶未經檢疫嘅生肉或者生雞蛋，除咗會被沒收食材之外，仲可能會面臨檢控同罰款。不過，俗語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香港人一向都好靈活，既然生肉唔帶得過關，咁好多街坊就諗出咗好多應對方法。例如，佢哋會要求深圳街市嘅檔主幫手將買好嘅新鮮雞或者豬肉，即場用大滾水灼熟或者加工到半生熟狀態，又或者直接買已經整好嘅熟食，好似鹽焗雞、滷水鵝、燒肉等等。因為根據現行法例，熟食係可以合法帶回香港嘅。結果呢個現象又進一步帶旺咗深圳街市入面啲熟食檔口嘅生意。除咗熟食之外，好多不涉及檢疫限制嘅食材，好似各類新鮮嘅蔬菜、菇類、生果、乾貨、調味料，甚至係鮮花等等，更加係完全供不應求。好多人每次上深圳都會買到成架手推車都係五顏六色嘅蔬菜同生果。有啲街坊話喺香港買一盒日本草莓要成百幾蚊，但喺深圳買高質量嘅內地產草莓，好似丹東99草莓，先至30幾40下 Stility 塊錢人民幣，而且味道一樣咁甜咁大粒。咁樣嘅性價比，叫人點樣抗拒呢？面對咁樣嘅大環境改變，香港本土嘅傳統街市同商戶，未來到底應該點樣行落去？呢個確實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如果香港嘅街市繼續停留在以前嘅經營模式，純粹依靠地理優勢，覺得街坊始終要喺屋企附近買嘢，咁恐怕只會被時代嘅洪流所淘汰。因為依家嘅消費者，特別是新一代嘅家庭主婦同後生仔，佢哋對購物環境、服務質素同性價比嘅要求已經越嚟越高。香港嘅街市檔主同管理層，或許真的需要痛定思痛。一方面，要主動提升街市嘅環境衛生同購物體驗，打破傳統街市給人污糟、濕滑、陣味好大嘅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亦都需要在食材嘅多元化同本地特色上做文章。例如，大力推廣香港本地漁港直送嘅深海活魚、本地有機農場嘅優質蔬菜，或者係有品質保證嘅本地鮮肉。因為呢啲具備本土特色、強調新鮮度和安全檢驗嘅優質食材，始終有一批追求生活質素嘅中產或高消費力市民支持，呢點係跨境消費比較難以完全取代嘅優勢。同時，特區政府亦都應該正視呢個深港消費轉移所帶來嘅經濟結構性轉變。深港融合一體化固然係大勢所趨，對成個大灣區嘅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但點樣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同時，保持到香港本地內部消費市場嘅活力，避免出現本土零售業真空化嘅危機，考驗緊政府嘅智慧。例如，係咪可以透過減免街市檔位租金，舉辦更多具吸引力嘅地區夜市或美食節，甚至係推動本地街市轉型升級為結合餐飲與休閒嘅新型社區中心，去重新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呢？無論如何，深港兩地由幾十年前嘅港人北上投資，內地人南下消費，演變到今日嘅港人北上買餸，深港兩地生活無縫融入，呢個歷史性嘅轉變已經實實在在咁發生緊，而且勢不可擋。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多咗一個地方選擇，可以用更平嘅價錢買到生活所需，提高生活質素，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作為一個香港人，見到自己喺香港熟悉嘅街市街道變得冷清，亦都不免有一絲感慨同擔憂。未來嘅深港關係，相信會更加緊密，兩地嘅邊界感將會變得越嚟越模糊。今日我哋見到嘅拖吉買餸潮，可能只係成個深港一體化宏大序幕入面嘅其中一個小插曲。隨住未來更多跨境基礎設施嘅落成，兩地市民嘅生活方式一定會產生更深遠嘅交融。各位朋友，你哋最近又有冇加入呢個北上買餸嘅大軍呢？你哋覺得深圳邊個街市、邊間超市最值得推介？你哋又點睇香港本地街市未來嘅發展呢？
非常歡迎大家一齊分享你哋嘅睇法。